风纪才袂像桌上安尼咧。我看人哦，绝对袂有唔对啊。阿哥看人的眼光，敢有看唔着？去公园一看就知啊。咱是讲啥？无啦，我是讲哦，讲啥讲啊？我看到风机上，风纪安怎？伊就咧公园。风纪咧公园，到底是安怎？你紧讲啦！就咧公园。啊，煞落去，我家己来看。哎，阿嫂，哎，要出去啊？系啊，我出来一下。你阿哥讲啥？讲风纪安怎？我一定啦！哎呀啦！林总，你先生有伫无？什么代志啊？我阿哥走去公园啊啦！哈？我都甲讲你先生，我毋是甲你莫讲。哎呦，歹势啦！我话了会落厝内，毋是跳工的啦。下井下井！你是咧创啥？你谁哪会介意？你有仔有囝咧，佮今日要10几岁，这要哪有可能？无唔对，我就是介意小庄。这小杂货！你是咧创啥？你确定真听我讲好无啦？代志唔是你所想安尼，我是真正介意小庄。我两个人是真心相爱。那你我呢？你敢有爱过我？你想要跟我定亲？咱两个人的婚事是个安排，我根本就唔知影。所以迄天我去恁兜找你，我就是要甲你讲这件代志。不过我就一直无机会甲你解说，而且媒人遐我冇交代伊，叫伊一定爱甲你讲清楚，像早也未讲你的。我唔相信你的生理意，我是到这里还比袂过伊。总哦，感情是袂当用来比较的。不要紧啦，我来请。安尼嘛好，这一摆把所有代志拢甲讲清楚，以后咱两个人就免等遐咾压，嘛拄好会当借着这个机会，互送互天我死心。这个所有人一定袂我是袂见啥查某，手人会未夫妇。甲伊都还未结婚的，是咧想啥？人的嘴上毒。我应该有好到各自的所在，不客气啊。